个机会，咱个学习，首先吼，咱有感觉讲今日这个欢喜面，因为敢会欢喜，有欢喜就发喜，所以讲，咱若欢喜吼，欢喜加做的，咱今日是咱大家今日我们在座，掌声自己掌声一下，谢谢大家我们这个有机会来鼓励，首先呢，我是拄仔今日我来领把领我希望领请起立下，我领就是伊讲吼，互我学习有了好，歹势啊，请咱轮流咱呢，讲无互咱一寡精神咯，有机会咱学习，莫讲唔当紧，咱大家拢客气。我好临时想讲，咱老师说这句不讲古人养经书，讲古人则无志，不讲经书则无用。这句话咱是印证讲，哇！咱在座今仔日是谁来学习？咱来入志，咱来继续，咱来道心呢，袂使输。咱较早遐前辈者，咱袂使输伊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在座同心呢，咱要互咱同心，心就心，也是互咱有机会咱互成长，互有机会咱学习。所以印证我们有欣赏所以而且其实大家借各位这个双手呢，我们让你掌声一下，谢谢。今日咱上这个中央吼，18、19、21种种进来的咱题目，顺得好，文龙武王伊在前吼，保在风清，这个风清就是我咱知影讲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，而且利用甲这个仁义孝礼的重点，会当互一个国家人民百姓，会当呢经营了会太平安个因此由咱国民前辈咱大家同心，会落去底维系来提升讲，咱经营了咱无出国的机会，毋过咱的心，咱是家己人嘛是一丝不枉啊！互咱前辈才讲，咱这个内面一个国王就咱服侍，服侍吼爱做主，爱经营好，爱经营好啊！我一定要经营好，爱经好开始啊！好开始啊！这个马啊，爱有这个战术，甲这个骑，这个甲骑甲骑，咱叫伊看原来，伊这个文艺因素，来互咱推广到咱的自信，甲咱本身大拢具备就对了。后来去听伊讲，咱变成迄个行。咱这位先生注意讲，伊是讲对这个言见跟文当中吼，我们第一个最初领受，我们刚开始在有些那边的时候，咱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哦。在上什么课，内容什么会，伊咧讲什么会，咱拢是也是要用心的回想一下，从这个文字甲这个见闻哦，双步去的讲就是说，咱用关照，关照有什么的心理？今仔互我也是咧前辈这个台湾上课，来感谢着咱这个讲师这个用心，安尼准备咧，员工拄则咧较来咧做一个分享个，咱困袂去，佮踮咧压力较重，因拢做用心，你分享上介好个，上介互咱个领受的这个文字甲声音，互咱吸收，我拢非常的用心。所以讲，伫这个见闻文字当中，咱变咧看见，听咱师解说，咱即摆大家安怎？咱大家搁想一个精一个，但是讲今仔讲师讲仁义孝礼，这个甲咱本身有啥物？这个互相的这个互动，互咱提升。所以讲，伫这个语文呢，甲这个关照呢，甲来咱大家受气，就是讲如实，来个一步做好，做无好拢要慢慢来改进，慢慢来精进。我认为这个无忧吼，互我听讲这无忧哪可能？我咱听讲无忧之忧，就是讲咱毋通烦恼，毋过毋通烦恼当中，进前咧先烦恼开，讲变咱好歹烦恼，毋是讲啊变
个拢无了无紧啊，安尼嘛毋对啊。就是讲咱身份讲，我要哪无烦恼，互我吼，因为咱开始来学堂听着讲，即个好乐当中，咱知好等于讲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甘互相好之死啊！吼，尾迄个讲，修身养性，入心行道，永明以世，以现福业，好之种也。你来讲，不好忧伤，无后无代，无后无生查某，毋就过来生，讲嘛毋对咧，讲服性的意思，讲遐简单哦。尾根据咱上过这来讲，即个幸福就是咱上过这有咧传承，互咱后世，因为即个好吼，是即个传承讲咱即个人的数理八经摸索之间啊，有即个传承咧，互你感觉对事啊，对咱祖先的孝义啊，互咱即个即个妇女，你个法律讲无生查甫的即个代志，或者即个好是即学习即段感情以上吼，甲国语报告甲有了，以上搁大量啊，经过这电量谢谢。